英國移民政策大收緊 ，BNO 美夢破碎。日前英國首相施紀賢公布大幅收緊嘅移民政策，旨在降低淨移民人數，優化移民結構。呢個政策令唔少 BNO 傻了眼。呢次政策調整力度極大，申請永久居留嘅年期由5年延長至10年，仲要證明對英國經濟同社會有真正而持久嘅貢獻，否則就算住滿10年都可能攞唔到永居。工作簽證方面，技能同學歷門檻提高，技術工作簽證新增大學學歷要求，低技術勞工留英受限，企業引進海外勞工需要諸多證明等等。呢輪政策調整 ，BNO 首當其衝，好多 BNO 原本以為苦撐5年就可以獲得永久居留身份，但新政策卻有可能令佢哋嘅計劃化成泡影。未來10年，佢哋唔單止要繼續承受喺英國生活嘅各種壓力，仲要擔心最終可唔可以順利攞到永居。當然有部分 BNO 將希望寄託喺亂港組織香港監察同埋其創辦人羅傑斯或者末代港督彭定康身上。呢班人作為呢場移民詐騙嘅始作俑者之一，當然要扮下關心啦。羅傑斯去信英國內政大臣庫珀之後，已有議員向內政部提出質疑，但內政部卻以沉默回應。呢個大概又係政客們表演嘅一場雙簧，既要始亂終棄，又想撈足名聲。BNO 移民前景暗淡已成定局。香港監察其後發布嘅報告稱，給予 BNO 本地學生學費資格將額外帶嚟17.4億英鎊收入，近一語道破玄機。英國政府首要考慮嘅始終都係點樣將錢收入囊中啫。